立法院的法制局为着因应这少囝化的冲击，所以建议来修改民法，把这近亲结婚的限制对6等亲放领到4等亲，也就是讲表兄弟姊妹呢，这嘛是会当合法来结婚的。也毋过医学界是真反对，认为这有可能会增加遗传性的疾病。台湾的生育率低，每一年出世的翁兄仔人数持续咧减少，创下新低，人数呈现负成长。立法院法制局建议修正民法，把近亲结婚的限制为目前的6等亲放领到4等亲，也就是帮系血亲，亲像表兄妹仔，未来会使合法结婚。6等亲之类的这议题，我们目前还没有开始讨论。不过，我们尊重法制局的建议，修法不要为了个案的解套而草率的为之哦。对于民法的修订，如果涉及婚姻、涉及亲属之间，我认为都需要扩大社会的共识。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认为讲，早期的社会可能有禁止近亲结婚的必要，不过即马社会已经无共啊，无一定效用，而且基因检测已经真正确，会当考虑借生物科技来适当放领。民众党立委林国成嘛表示乐观其成，不过医界是持反对的态度。表兄弟间呢，最后呢，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发现到有很多的畸形会出现，那这对台湾社会来讲是不好的，而且会浪费很多的这健保的一个费用。像表兄妹的话，其实它在基因上大概差不多6.25%的基因是会有重复的，意思说哈，如果说血缘越近的话，那两个人那个基因重复的地方越大。当如果说基因重复大的话，那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致病性的基因。医界认为讲，要解决少囝化的问题，政府应该为托育等等多方面来做，唔是修改近亲结婚的规定。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张嘉宾强调讲，要修正民法一定要特别谨慎，包括法务部甲司法院拢要充分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